有人出海钓鱼，返来的时阵因为风险上大，转风降入去海里，今仔日早起找到人，确认无性命现象。罢免案结束，赖清德宣布调整内阁，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人事调整昨昏才开始，希望这礼拜内会当完成。高雄市美术馆用大粒石头来贴做新的布环，引起保育团体质疑，惊破坏当地水鸟甲南马地生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要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昨呢有7个民众去到屏东来参加飘飘河的活动，结果去弄到山壁，这树林轮转变去掉伫山地门。加在落尾，这消防人员是顺利甲因救起来，人全部拢平安。看到溪流内面土沙正多，路夹夹搁正错流，消防人员冒着被冲走的风险，落去水的要去对花救人。有7位民众用通讯软体烧焦，24早起去屏东舞台体验飘飘河，全部顺利弄到山壁冰船。好佳在所有人拢必须伫滩地等人救。代志发生的所在伫三地门带来顺的爱寮区。下庭前往该7名民众受困地点4男3女，15时12分回报人已带至就达来，小人人平安，不需送医，后续交由原局处理。溪水正错流，增加救援的困难。虽然7个人拢平安救出来，不过当地人讲，黄山啊河季节甲洪台季节拢无适合来遮耍水。爱寮区就要到11月水流才会较稳定。这摆溪水若是错流，搁正落，较危险。而且很危险，因为那一条也没有，几乎是没有人再去走的那一段，所以它的水域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很难去猜测。那边非常危险。救援行动顺利，甲人救出。虽然游客有申请入山思考，不过伫当地耍飘飘河深受涉及水域活动管理办法，相关单位也搁爱查。山顶甲溪流的天气也个水流，定定是讲变就变，小可无注意就可能造成意外，一定爱正细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包装，是有一个查甫人咧，无代无志，讲家己呢因为起摩歹，就安尼沿路占人店头的玻璃门，甲占破，而且佮乌白来攻击过路人甲车辆。后来，这个查甫人是随后警察甲抓起来，依法甲送办。报警啊！早餐店门口响响真大声，众人行到看向门口，响响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冲来店内。这查甫人甲门口物件拢掀倒，伊佫甲人客炸断，拢扫落涂骹。伊的破坏行为毋若安尼，要人伫大路对面翕到伊沿路入过路人，也甲早餐店的顶仔骹倒伊也拢掀倒，甚至甲路边的机车佮脚踏车杀向大路，送来大模大样离开。早上就是有人就在那里拿东西那边互打，然后在那边互挥，警察来，然后把机车移位，然后就被架走。附近的民众拢互这情形惊一个，原来这个是一个随机攻击的事件。代志是发生伫24早时8点，这查甫人沿台北市大同区的塔城街沿路破坏袂少物件，也攻击过路人，造成对方头壳小可红肿，更加伫进前甲超商玻璃门踢破去。于周边发现无前后，待反所管束及厘清案情。这查甫人到案了，讲是因为洗超商的时阵，误以为店内其他民众嘛家己，所以心情无好。不过伊的行为已经造成袂少的惊吓，事后了，伊照社会特殊维护法，也有刑法毁损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民众嘛是同款歹性地，这是发生伫嘉义呢，一个查甫人是伫公园的囡仔游乐区咧博分，这家长看到甲伊口渴，也毋过说互这个查甫人甲伊扇喙皮，而且呢，佮用安全无甲伊隔。即马这个查甫人已经依法甲送办，也那卫生局嘛要针对伊违规食薰，甲伊开罚。穿黑色顶衫查甫人对穿卡其色底裤的家长扇喙皮，也摕安全帽拍对方，互这个家长起价一直发讲要报警察。跟他说啊，你要抽烟，那你这边很多小朋友，请你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吗？然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来跟我口角，然后到时候就开始动手动脚，然后拿安全帽打我。这姓王的家长讲，伊23带囡仔到嘉义市欢乐到公园佚佗，看到穿黑衫的姓朱的查甫人伫囡仔的佚佗区食薰，甲伊讲去较远的所在食，继续互伊骂甲拍。警方接报了后，赶紧到现场阻止冲突，并且甲这姓朱的查甫人送回警察局。动手殴打被害人，并说不要让我知道你住在哪里等你。被害人提出相关告诉，
朱姓涉案人依刑法伤害恐吓案，移请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麻辣高公园是卫生局打广告禁止食薰的公园绿地场所，全区禁止食薰消息伫网络传出了后，为少当地人接受，公园定定有人公开伫遐食薰。记者李时也伫现场看到有人食薰。你在一堆小朋友那边抽烟，谁看到谁都很生气。为什么小朋友要吸你的二手烟？然后就直接把小孩带走。市民认为，伫禁止食薰的公园，特别是囡仔佚佗的所在食薰是真唔好的。卫生局回应会依照薰害防治法，对涉事的10人裁罚2000到1万不等罚款，也会派人到公园巡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南市风灾过了已经过外月的时间啊，虽然讲在台南市政府呢有来分慰助金，也毋过因为申请的面积无共，也有重复申请等等的问题，所以地书这流程有去前着。即马台南7股的区公所呢表示讲，目前是已经完成到83%，会当申请到8月29。若乡亲若准有问题，嘛会使来申请复审。今日大土起，灾民哪去破损的所在，哪公家拢总爱开钱，无恐惊大雨来就过会滴水。但那是风灾过1个月啊，灾民拢咧重建家园。虽望政府有挂修缮的慰问金，毋过保无到位，民众讲即阵干来当先甲人累钱，加减来读。1010万的对。敢过啊？有可能过啊？1.8啦。有过啊。所以你感觉因即个速度安尼敢紧？足紧。政府有说要紧拨来互阮啦，啊无阮拢爱去招啦。感觉足好的喏。即摆有较正常，有较恢复啊啦。有啦。为了加速家园复原慰助金发放进度，但是政府跨局处支援，嘛利用假日加班来审查。不过有未少案件像徛假实际面积无到20平方公尺，煞申请超过20平方公尺的补助，也是共一个人重复申请。地属公所就要搁去会勘，影响核定速度。那以东西区7股来看，受理总案件拢总3110件，核发有2470件，无符合的有139件。星期五为止，目前大概有83%左右了。那总统跟市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的核拨率的问题啊。就公所而言，我们的同仁都不分假日来出勤来加班哦，那也非常的辛苦。厝顶甲外墙损害面积补助金分1万、5万、10万。在地里长肯定1万块由市府发送的速度确实真紧，不过里长反映当初是申请慰助金的面积，参每合工班量的结果无同，地属申请补助面积有寡定答。因为即摆公部门有每合工班吼，来要帮因做即个看厝顶的即个契约已经签约啊吼，伊发现讲吼，伊这歹去的唔定100平方公尺啦。公所回应申请补助期限到8月29，乡亲陆续的收到核定单，若假是有任何问题，会使提出复习的申请，公所就会校长会勘。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最近这几天呢，这天气拢真烧热，也毋过气象署是表示讲，对8月26开始，因为低气压系统的关系，这全台湾水汽会增加。8月30的时阵，受到这吹东风的影响，全台湾落雨的所在这范围会加较宽。也若西部也有北部地区，除了这雨水以外，嘛要注意降温的情形。这阵仔高温烧热的天气会有变化，气象署表示，目前有一个低压系统伫菲律宾东方海面，伊会载一寡水汽来台湾，所以对26开始，东半部会受到影响，全台湾水汽会增加。它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那整个低压的系统也会慢慢的有一些水汽带进到台湾地区，所以从明天开始就是整个东半部地区慢慢的就会受到它的水汽的影响那整体来说，台湾附近的水汽也会开始增加起来，所以明后天之后，天气又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稳定。另外，3早开始，因为透东风的关系，全台湾落雨的所在会变多，范围会变宽。气象署指出，未来1礼拜，西半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同款高温烧热，东半部因为这方面的关系，受水汽影响，熬出现地渐好。今天北部可能还是容易会有38度以上的高温那接连的几天，一直到28、29号，都还是容易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整个北部地区来讲，受到东风的沉降的影响。高温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甚至到了30号、31号，虽然水汽会增加起来，
但是还是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针对减鱼风台的走向，目前伊是走向中南半岛，对台湾的影响无大。也若气象署嘛提醒，因为水汽增加，山区会有强降雨。若是最近有要去山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体育的消息，带大家到底来关心的是，在台北市东园国小棒球队呢，是代表咱台湾去参加威廉波特的世界少棒锦标赛。今仔日是以7-0拍赢美国队，摕到头名。这嘛是让29年后，咱台湾搁再一摆摕到威廉波特的总冠军。稍微投进来，一个飞球，有机会喽！接着比赛结束，世界冠军，台湾小兵。摕到上尾一个出局数，来自台北市东园国小少棒队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摕到总冠军，全队冲入机场来庆祝。这场比赛咱对美国内华达州，台湾囡仔要拼本世纪第一个冠军，得到下半局辛苦补上甲对方15攻占得分点，对方投手这球搁投偏去。要赶快，要看看这边要来抢分的到了。这粒补上球投偏去，互中华队先走在提分，摕到领先了。台湾选手又搁互对方压力，第三局下半局又搁有攻势，安打上垒了，搁盗垒成功，这嘛要用第一大战术来抢分。这边要来投点，点得不错，下球来处理，传向一垒是爆传。这球第大小点一个变做内野安打，又搁造成美国队的胜误。和本来伫二垒的跑者利用这边的胜误走在本垒，摕到第2分。威廉波特少棒赛自1947年开始办，台湾是1969年第一遍参加比赛，第2次金龙少棒队就摕到冠军。伫迄当阵带动台湾棒球的热潮，南北摕过17遍冠军。上面一遍是1996年高雄市复兴国小少棒队，不过1997年台湾因为组队的问题退出世界少棒联盟，一直到2003年才搁加入威廉波特。不过迄边甲打只敢若摕过2遍亚军，先发投手林定德前5局压制美国，第5局下半局家己也提分。这球出棒来到3垒分的车，对，这是一个界内赢赛，可能至少2分，至少2分了，至少2分了。这球一直过到红ram墙的壁边，垒包顶的3个人拢走在提分。林正德家己是徛起哩3垒，这是一支清垒的3分打点3垒安打。中华队搁扩大领先到5-0，而且尾美国搁发生失误，搁送咱2分。第5局拍煞，台湾已经7-0领先。第6局顶半局上尾半局，换终结者单家成起头，虽然被攻进2支安打，不过也是甲胜利收条。比赛结束，台湾的东园国小7-0赢，而让29年了。搁再摕到冠军。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高雄市美术馆最近呢是咧做这布画的修补工程，也毋过刷甲这画边的树啊，拢甲撤掉，甚至草布嘛刷去到别位，用大粒石头来贴做新的布画。这保育团体就来积极讲，这款工款的恐惊会来破坏当地的生态。原地拢是树啊，甲草埔烂地生态的来规避。现在彩色的水花已经成做一粒一粒的大石头。高雄美术馆园区的来规避，对3月份开始做水花修复工程。因为水花的土流失去，官方经过讨论，用大石头来塔做护花。但是这个做法引起保育团体伫面前大问质疑，因为树啊草埔地无去，石头嘛破坏原本的烂地生态系统。这款做法会互当地鸟类生态渐渐消失。有接来这运动的民众讲，确实影响真大。中间那一区就是那个鸟类，鹅啊、鸭啊、白鹭鸶都是在那边的窝。以前这边厚一大堆的那个鸟啊，什么生态都很棒，可是现在呢，没几只。本来水岸边的森林、水生植物，它会是水鸟很重要的栖地，而且甚至还有萤火虫在那边发现。那现在你弄掉之后，这些生态就不见了。针对保育团体质疑，高美馆表示，因为时港需桥目前水规港价到55公分高，大石头只是为了保护水花，后续佫会做浅瓦甲粗坡，等到工程拢做好了后，规个水规会佫称悬，未看到这个石头。先把大砾石先堆叠起来，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些中小型的砾石来去做沿岸的一些修饰，然后接着的话就是一个水生植物的种植，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可以达成护岸。绿化，然后也提供给我们湿地的这些生态更好的栖息地。保育团体认为，这摆工程会将来规避的水规提悬，那对扣水无帮助，也影响树的生存。高美馆强调，工程按算11月底要完成，因也会参考大家建议做调整。记者郭家如、邱超勇、高雄场报道。
另外，伫家己布袋好美丽这个所在呢，休困时啊，拢有游客会来遮佚佗甲捡蛤蟆。也毋过呢，一寡较无公德心的人，伫离开了后，煞留下真侪粪扫无咧整理，这互当地维护环境的志工甲民众拢真困扰。民众伫海沙堡遮来耍水，捡野生的蛤蟆，当地民众甲志工煞捡袂了的粪扫。嘉义县布袋好美丽的湿地保护区，因为大量的游客来遮，对当地环境带来真大的破坏。就是有人如果来这里上厕所，卫生纸就乱丢，然后还有内裤，你看随地丢衣服，然后这边卫生纸。各单位啦是讲咱这游客嘛，家己小约束的咧，迄个垃圾啊，尽量就是讲减少啊，能带走就带走啊，不要留下。志工表示，侪游客除了替环境制造真侪粪扫以外，有一寡来遮的人，佫会直接甲车驶起来海沙堡，这对遮的生态拢会去造成影响。就抓心劝导，然后还很凶啊，又呛你说要怎样不行还是怎样？我说不是不行啊，是欢迎你来，可是希望你们最重要是把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开车上来，你的轮胎在碾压过程当中，在高速碾压过程当中，这些生物生态其实会被破坏。那如果你有1台车来、2台车来，以后是100台车来的时候，这些土地可以让你这样子蹂躏吗？当地民众讲，这个海沙堡是真侪人用10一吨的时间，种1万多丛的食物豆豆啊、杂沙来形成的。即马才做观光的好所在，来的人煞拢无减少。当地民众甲志工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来重视，莫互这个所在自然环境一直受到迫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伫台中市丰原圆宽东路呢。今仔日透早3点左右，有一间透天厝大火烧，这警消人员落尾是伫2楼发现一对男女已经明显死亡。初步了解，这对男女呢，因2个人是情伴的关系。伫案发进前，厝边是有闻到烟的味，怀疑这导火的原因就是2个人起冲突，也乃详细原因要着调查。虽然也是透早，也毋过住户全拢走出厝外，因为发生火警。就已经烧我就赶快跑下来。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就闻到啊。哦，你有闻到味道。25透早3点左右，台中丰原圆宽东路这个出租套房发生火警，警消协部赶去现场。虽然火势真紧的拍花，也毋过煞伫2楼房间内发现一男一女已经明显死亡。附近居民表示，导火进前听到冤家甲敲物件的声音，还有查某囡仔喊叫的声音。他一直喊救命，我就甲伊讲，啊你是安怎晓？讲救命，我讲啊是安怎哈？啊伊佫无讲，所以我就较紧走落来。应该问冤家去家里纵火吧？他有在喝酒。给发查某的发救命啦，这查甫有听到声来。我们到的时候门是紧闭，所以我们是破门以后进入。哦，那在初期的时候，后面的住户他疑似有看到里面那个房间从阳台的部分，后面的阳台有看到有浓烟跟起火势的状况。警方初步了解，死亡的是58岁姓张的女子，甲53岁姓李的查甫人，2个人是情侣长期关系，进前并无通报家暴，也是保护令的记录。姓张女子的家属表示，伊日时拢伫厝内照顾失智的母亲，唔知影伫外口有睡厝。有问啊，他说住1年了。住1年了。阿哥离你们原本的家好像很近，是不是？很近啊，很近啊。哦，是。他有时候要回家照顾我丈母娘啊。他们有常吵架吗？这个我不晓得。互动呢？应该很正常吧。厝头家强调，2个人看起来交往甲互动情况拢是正常，也有正常的立租金。另外，敢是有放火现象，警方表示，要等火调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进一步调查赔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一边，同款是透早3点的时阵呢，新北市新店的行政街有一台汽车导火烧，结果呢烧起到人兜，有8个人送病院，加载拢无性命的危险。那警方调查，这是一个63岁姓陈的车主，那像就是甲亲情借钱，结果互人拒绝，规气转塞车去人兜甲放火。目前这警方正咧追查这个车主。巷仔底一台汽车熊熊导火，火是烧甲真猛，还阁烧甲变变叫，而且这火还阁拖去甲边仔徛家去。消防接到报案，赶紧布水线拍火，大火一路拖去甲5间人家厝。搜救人员赶紧甲8个受伤的人送病院，其中有1个人甚至全毋知影人，
加在急救了后有恢复稳定，暂时无生命危险。有一些小瓦斯罐整个当时爆炸，所以造成1楼跟2楼。那2楼的部分是沿着遮衣板整个烧上去。事故现场伫新北市新店街行政街迄块地啊，车烧到敢若剩骨架，几啊间徛架门甲壁，规个拢昏甲乌乌。现场阁看到几啊罐加水罐。警方初步调查，有一个63岁姓陈的查甫人，若想要甲亲情借钱去互拒绝。25翻点过3点外，驶车去亲情因兜外口，若像放火烧车。一直爆炸，一直爆炸，这样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祈求它不要延烧到后面这样。因为这一条是死巷，它直接停挡在中间，就是只要整个串起来的话，根本没有人可以从出来。因为事故现场是无尾巷，车主阁甲汽车停伫路中央，有住户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也是感觉真惊吓，就惊火继续传开，因怎走袂离。即马火灾调查人员已经登去现场勘查采证，要理清导火原因。因那警方嘛当伫追查即个姓陈的查甫人伊的下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8月24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加拿大总理卡尼是去到基辅来拜访，甲泽伦斯基来讨论安全保障。因那这俄乌和谈的进度，美国表示讲，目前的这罗西亚是有大让步，同时双方也来交换100外的战俘。伫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会甲盟友合作，建立对乌克兰陆海空安全的保障。而且无排除驻军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谢加拿大长期的支持，嘛讲安全的架构当中，乌克兰军方会扮演核心的角色。We are working through with our allies and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I would not exclude the presence of troops. Для нас важливо рано про це говорити. Спочатку буде підготовлена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美国副总统范斯伫访谈的时阵讲，罗西亚头一届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答应尊重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放弃牵涉加里政权。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洛夫伫受访的时阵强调讲，乌克兰都要保持中立，袂当加入任何的军事同盟。伊还佫指控西方甲基辅设置条件主动谈判，嘛同意乌克兰所讲的筹组安全的担保组织。And guarantors would be guaranteeing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Which must be neutral, which must be non-aligned with any military bloc, and which must be non-nuclear. The Russian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so we're going to keep on pushing for a diplomatic solution. 在阿联酋岛协调的情形之下，罗西亚甲乌克兰拢释放146个战俘。罗西亚展现士兵回国的时阵，尤其亚大声喊罗西亚万岁的画面，因为乌克兰战俘的家属伫病院外口迎接因的亲人。Ці емоції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3 роки з половиною ми не бачилися. Це не можна передати, що нарешті ми його дочекалися. Є люди, які сидять в полоні 14-го року, 15-го року, 16-го року, і вони досі там. 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术也被收煞，不过为谈判到政府的交换，拢显示外交要当地的拍拼。因为国际社会拢真关注冲突4年了后，真正的和平敢是都要出现啊！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以色列又过来空袭也门啊！这回呢是造成6个人死亡，86个人受伤。这以军表示讲，因空袭的目标呢是军事基地。这嘛是以色列甲也门伫冬瓜以来上新的一届冲突。因那也门组织青年运动表示讲，这加沙的代志，因绝对袂放过我。飞弹落地反抗军青年运动，佮叫做乌萨组织所掌控的也门首都沙那真侪所在，连续爆炸发出真大声，乌烟佮真紧冲出。青年运动表示，这件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总统府所在的军事基地、2座发电厂，甲一个电疗储存设施。משטר הטרור החות'י לומד בדרך הקשה. מי שתוקף אותנו, אנחנו תוקפים אותו. 以色列军方声明，离世的空袭是针对背后由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恐怖政权过去几摆对以色列甲以色列百姓发动攻击的回应，包括最近用地对地飞弹甲无人机向以色列领土攻击。
青年运动日表示，向以色列发射一粒大导飞弹，来支持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空军官员理事对此表示，这粒飞弹是新型的含有极速弹药的大导飞弹。这类飞弹也是头一摆为也门发射，显示伊朗可能提供更加高阶的技术支援，提供青年运动的作战能力。青年运动高级官员穆塔达表示，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各地 X 大文，以色列爱会记得，无论付出什么款的牺牲，拢未放弃伫加沙的兄弟。公司新闻5月的8月。来看美国的马里兰州呢，竟然传出人去挖到护身厝的案例。这种厝呢是会寄生伫个空喙顶头，若身体较歹的，甚至会因为安尼来死去。医师是来提示讲，虽然目前咱台湾并无病例，也毋过若准厝内的这动物盘有出现症头，安尼一定爱赶紧去找医生。规定护身伫牛的身躯边爬来爬去，这是牧场常常看到的光景。毋过，所有牧场的主人头壳摸在烧。We have calves that soon are born, well, you know, navel's open, and they lay the eggs there. 业主更加忧心的是新世界光类神，这种护身会甲卵放伫活体动物的空喙顶面，便拿互伊孵出来。这厝毋是留伫个空喙表面，伊会一直钻入去肺甲肉内底。上严重的就是甲宿主食甲死。中美洲几个国家已经发生疫情，搁再拖就北，恐惊会威胁到美国的牛肉甲畜牧产业。It's an issue that will affect every single person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because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you don't get much to eat without farmers and ranchers. 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已经有一件人类得到光类神厝边的案例。患者是按瓜地马拉转来美国，不过目前官方也未证实来证实。若是有影，这就是美国这几年头一个人类的病例。虽然人类感染是真罕见，不过若是互寄生，有可能会致死。它的幼虫呢，则是有可能呢会在活人身上，就是所谓的生鲜组织到往下继续吃下去。所以说，在我们健康的人身上那些开放性的伤口或者是健康的黏膜，它就可以被产卵了，而且会一路侵蚀到我们的深部的组织，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状况。美国再度发生光类型致死的案例。台湾虽然到今并无出现过光类型病的病例，不过医生相关有提醒讲，动物盘嘛有可能是潜在的传染源。若是咱厝内动物盘按疫区转来台湾了，有身躯像甲挡袂牢，坐立不安这寡镜头，一定要甲兽医报告旅游署，量早诊断甲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这政治界的消息，这是前国民党云林县议长沈宗良，伊涉嫌伫608案来收2000万的乌西钱，伊尾仔是有来认罪，而且呢，甲钱拢甲吐出来。一审是判有期徒刑3档6个月，褫夺公权8档。这国民党云林县的前议长沈宗良等人呢是涉嫌收2000万的乌西钱，一审甲判有期徒刑3档6个月，褫夺公权8档。沈宗良本人呢是认为讲这判决是真有公道，伊嘛来感谢法庭。另外一个判9档6个月的国民党议员王佑民，伊并无到庭。知影到这判决的结果了后，伊是表示真遗憾嘛，真尊重。另外，伊嘛准备要来上诉。再来看这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是涉嫌漏摄这性平受害者的资料，经过调查认定伊并无违反着性平法，结果这个结果呢是互被害者甲台大学生会真不满，要求教育部得要重启调查。这叶秉成也得向受害者来回释的。你前后发表了2次声明，没有一句是对着我道歉，对不起这3个字，你从没说出口。互教育部政务处长叶秉成伫咧社群漏摄国资，经过3个月调查，教育部认定伊无违法。这个结果，互被害人感觉无法度接受。拜一伫咧台大学生甲立委议员的陪同之下，开记者会，要求叶秉成爱回释嘞。他在这个事件上，只会用模棱两可的文字在逃避责任。我请问的是，如果他今天没有请辞，或者即使他请辞之后回到了台大，继续担任教育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还会在未来又可能面临一次又一次需要负担保密义务的情境？另外，针对教育部的处理态度，也互受害学生批评留庭受过凊彩，而且佫有大细声的行为。调查判定叶秉成无违法，也互学生的心身受到严重的创伤。教育部的态度更令人心寒，当时对外承诺在1个月内完成调查，
却在期限倒数前10天才联系我，要5天内提出说明答复。相较之下，却给叶秉成1个月的时间，结果却是叶秉成没有违反性平法。学妹拿出她的手机，颤抖着请我协助跟委员说明的时候，她一直在吐。在那个当下，没有任何专业的咨商师、心辅师、医师在旁协助，只能学妹一个人加我们在现场擦拭地板。台大学生会呼吁教育部应该退回调查报告，重新启动调查。另外，学生也指出，迄位甲女同学性骚扰的社工，目前搁伫台大服务，并无去互人调集，要求台大和教育部应该爱重视。原来教育部到结果为止也未做出回应。记者李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卫福部有设一个性别事件的咨询的专区，只要这医事人员有牵涉到性骚扰、性侵害，伫个司法判决确定了后，就会公布伫这网站顶头，会当看这名册甲资料呢，拢是看现现的。也毋过，医师工会所讲呢，这甲医师的工作权、名声甚至是个资是有关系，安尼做恐惊会违反着宪法。最近国内医事人员涉嫌违反性平事件连环报，伫各界要求之下，卫福部承诺开会的性别事件资讯专区伫8月中旬上线，民众会当上网查询。倒一款是性骚扰惯犯的医师，也毋过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发声明表达无共意见甲立场，认为外界无适合用容易点卡的高度、大标头的称呼，而且无明确法律授权，可能有危险疑虑。如果今天我要让别的医师不能看诊的话，我是不是检举他对我性骚扰就好？那接下来就立刻被停止，确定调查无罪，那以后才会做事后的弥补。很多的名誉的因受损之后，要再弥补都是很困难的啦。专联会表示，资讯专区设立标准爱有法官机制甲判断的标准，平台也爱设立消费适合机制。重大案件会当以一定的时间摕落来，较轻的人爱搁较短期来移除，无适合永久保留。资讯公布爱符合比例甲平等原则，落实性平三法。政府甲地方机关爱积极面对性平事件，对已经公开案件爱重新检讨，搁建立补救机制，除非有重大搁有具体事情，搁造成严重伤害。那无适合采取停业还是撤销的处分。无论像是教师、律师都已经建立相关的揭露机制，更没有设定消灭时效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正因为他只要有职业，就有揭露的必要。如果在司法机关确定有这个判决，我们就会把它连接，又是医事人，我们就会把它连接上来。所以没有所谓的所谓什么期限的问题啦。卫福部强调，依照法律的处罚甲矫正精神，本来就是希望处罚了后，当事人会当改变行为，袂搁犯错，当刑期结束，都毋是犯罪者。所以呼吁医界爱建立团体内部机制，强化法律观念，落实应该有的专业伦理，才会当建立专业尊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台湾10大死因当中呢，有8项拢是甲大箍有关系，而且这大多数拢是自细汉嫁出来。专家是来警告讲，这细汉大箍人恐惊会袂大，而且会增加糖尿的风险。这已经真做是另外一种国安危机。原来国健署是强调讲，会结合着家庭的力量来宣导健康饮食、做运动，鼓励囡仔莫搁啉含糖的饮料。有真侪囡仔无爱啉白滚水，拢啉有糖的酒药杯饮料。尤其即马休热无去学校，有一寡囡仔是一天一杯，若搁食汉堡、薯条即寡甜的物件，热量超过标准，愈来愈大颗。他如果还有足够零用钱的时候，他就会去旁边买一杯某某品牌的饮料。含糖饮料的，就是可能比较严重一点啦，就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想要喝。医生讲，个人10大死亡原因内面有8项甲大箍有关系，而且大部分拢是自细汉食出来。根据教育部的112学年度学生健康检查的资料显示，全台湾各小各中的学生体重相当，一个大箍的成型率，平均4个学生内面就一个伤过重或者是大箍。医生讲，医界研究证实，大箍唔但是身体问题，也可会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性早熟，增加糖尿病加着癌的风险。所以在日后可能出现一些代谢性疾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以及可能甚至在癌症的风险上，也会比一般在小时候就是正常体重的族群会来得更高。我们有跟教育部一起合作做的是学校的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从校园的环境里面来让我们的
学生呢有好的营养的环境。医生也讲，囡仔若伤大哭，容易自闭，或者是被霸凌。临床上就看到真侪囡仔因为伤大哭，情绪抑郁到，就会去看身心科的门诊。国健署也强调，已经甲教育部签健康促进学校计划，自校园结合家庭的力量，宣导均衡的饮食，鼓励囡仔有运动的习惯，尽量啉白滚水，较莫啉有糖的饮料，较袂大哭。记者综合报道。好，8月23投票已经结束，即马两波罢免案例拢已经结束啊。总统赖清德呢是来宣布会调整内阁，本地是讲今仔日会来公布新的名单。也毋过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讲，这人事调整昨才拄开始尔，今仔日是要无结果，希望这礼拜内会当完成。两波罢免案结束了后，总统赖清德正式宣布调整内阁队形。原本国会有725会公布新顾问名单，不过行政院长邓英泰证实会延后公布，并伫这礼拜来完成。所有正式的内阁人事的调整都是从昨天才开始的，那前面都是在做一些预备的工作而已。所以我不可能今天有确定的人选，希望能够在本周稍晚能够向国人提出一个报告。那么也希望这个新的内阁的组成能够得到国人及国会的支持。邓英泰指出，除了已经请示的部会首长之外，也当咧思考甲定选部分新顾问，希望会当为内阁主持新会。也传出改组延后原因是为副部长柯泰源丁地方约见了后，到他拒绝发出请示批。我想要求见赖总统。谢谢大家的关心。那辞职信会发吗？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部长的这一个努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很多政务官跟着赖总统来，我们是要来做大事，不是要来做大官。定将可能接任后市政部长的传闻副手吕建德也替柯泰源讲话，保证内定转任经济部长的江明鑫共款真低调。然后接掌经济部长的消息嘛，已经获得真实的吗？像这样子的一个傲慢，还有这样子一个藐视国会的阁员，你说他到经济部之后会比郭志辉好吗？我并不觉得。内阁的调整，我们还是希望赖清德总统要真正的拿出诚意来。我鼓励卓荣泰院长大破大立进行内阁改组，然后给社会一新的气象，不需要把每个会期都要进行的正常的事情无限上纲到逼宫，然后总召的事情。另外，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部吴思瑶、陈培福等人，前几日也是连续宣布请辞。对于总调瓜革命表示会慰留，吴思瑶讲，唔敢接瓜总调的电话，坚持会下进其他党团后一个会期会有新的气象。凤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针对着这台美关税谈判的进度，也搁有咱国内产业的影响呢。行政院长邓英泰伊是表示讲，目前主要是要来争取3大目标。头先是搁较好的对顶关税税率，刷落来是232条款的协商，嘛要争取这税率卖搁贴起哩。这个月初7，美国已经对全球实施关税新的税率。台湾甲美国从4月开始，透过讨论谈判，为本地税率搁提起哩32%的对顶关税。目前变做是原地税率搁加上20%的暂时性对顶关税。有立委关心讲，咱台湾对顶税率的关税当时才讲会定。什么时候可以做最后的确认？我们在8月1号前没能达成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国出口70%是半导体及 ICT， 尤其在逆差的90%。那美方也表示，这个项目在美方232的调查底下，那也联动美方232关税的政策方向，所以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表示，台美对顶关税谈判还阁持续咧进行，希望用结果来证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的拍拼。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台美关税谈判有3大目标要争取。第一是争取更较好的对顶关税税率，像是做伙协商232条款，嘛要争取税率卖提起的计算。有立委认为讲，有关台美关税谈判，台湾要安怎去除红色供应链，这是第一要紧。行政院对于去除红色供应链做了哪些努力？有没有成效呢？我们有事前、事后、事中各项，包括财政部、包括经济部的一些措施。事前我们要加强的审查。呼吁在野党的委员应当撤回离岛建设条例这种洗产地的条例。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展现国内团结一致，就是我们对于这样洗产地违规转运的防止，我们是有能力、有责任做好的。针对台美关税税率为32%，暂时降到20%。
杜永泰讲，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拢总有73间公司，2388个人。政府会针对安定就业来做整体考虑，未来完成协商了后，卖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传出停车的争议，这是一个伙仔呢，因驶3台车去到餐厅咧食饭，结果因为这停车位无够，所以停伫咧边啊水果台的停车场。落尾才发现讲，这一台车上无就要买400块的菜色才会当离开。桃园发生停车场消费的争议，有网友伫 FB 的社群平台讲，伊甲伊的家族13个人3台车去平镇的一间客家餐厅食饭。因为餐厅对面的停车场停车位无够，就把车停伫咧边仔水果店的停车场。因为天暗无看清楚规则，就是一般的付费停车。要开车时阵，才发现无停车费的选项，3台车就要入去店内买12块的蔬菜水果才会人走。我们3台车13个人，我们就走到旁边的水果行去。我就当面问小姐，小姐说一台车没有消费400元，你不能出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荒谬。没有买水果，我就要被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发生停车争议的就是这间24点真久营业的平价水果店，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只敢用文字回应，讲因是在地经营10年以上的店，强调这是私人的停车场，只敢让消费者买物件方便使用。讲看板顶头有写大蔬果店停车场，伫咧出入口的牌仔顶头也有写消费停车的规定。要看实际的公告的内容啦，它实际的公告内容，我们会建议它更清楚。该业者并未向桃园市政府申请停车场登记证，那有无违规新情营业者，本局将函请业者说明。交通局讲，依照停车场法的规定，路外收费停车场就要有登记证，才能依法营业。这个停车场无申请证照，会先限车业者说明这个停车场敢有收费的事实。若是违规营业，会罚3000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并且限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有2个民众半暝半徛伫咧路口咧等青红灯的时阵呢，互一台乌多摆甲弄一个转飞出去，其中一个人是重伤。其实为着减少这款的交通事故，公路局呢是有鼓励民众来参加机车的驾训班。也毋过根据统计，这旧年考到机车驾照的，确实去上驾训班的人其实是无够2成。受伤的民众倒伫涂骹一直咧哀。24透早，一位骑机车的民众经过高雄前镇中山二路甲新公路口的时，直接弄到2位骑伫斑马线等红灯的民众，造成其中一个人一时意识不清楚。弟弟他可能状况比较差一点，呼叫他，让他不要一直睡着，然后量一下颈动脉，看他目前呼吸是怎样。骑士停糖经酒精浓度检测并无酒精反应，初步研判为机车未注意车前状况，行人红灯立于斑马线上，自肇事。上好肇事责任会交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厘清。为着降低机车交通事故伤亡的人数，公路局也透过补助计划，要提升民众参加驾训班的意愿。不过，根据审计部的报告指出，2020年到2024年通过机车驾照考试的民众当中，有参加驾训的比例虽然对4.71%，逐年增加到18.34%，不过却犹原无够2成。机车团体呼吁政府爱上报啥人来。今天无论是任何的交通工具，举凡你是摩托车是汽车，因为它是有一个引擎输出，有一个机动性在的，有可能造成自己或是他人的一个伤亡哦。所以我们大部分是还蛮支持驾训班去做补助的。第一个方面是说诱因不足，看是把它的这个补助金额上修啊，或者是做其他的规划。公路局也强调，除了逐年增加补助的名额，今年阁扩大补助，每一个人训练的费用到2500块。统计资料也显示，初学的驾驶人参加机车驾训及道路训练课程后，违规风险降低了64%，事故风险降低了51%。公路局表示，会继续透过无同方法推广甲宣导，让更加侪考机车驾照的民众参加驾训，提升法规知识甲实际道路安全的驾驶能力。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咱看高雄中山大学附近的早顿店竟然有台湾猴来抢食，专家是建议讲，这店家呢摆出来卖早顿，就爱甲锁起来，也是讲放伫咧玻璃笼箱仔内底，避免互猴甲抢去。
这只狗爬起哩早餐店的柜台，虽然头家一直话声甲伊赶，不过这只狗拢无咧惊，看伊走入去，乒乒乓乓摕一个餐点走出来，而且这毋是第一遍。机智拿，而且他们有时候当场直接拆，对，直接拆着吃，拆他想要吃的，不要吃的他都不要了。本来是伫咧茶山、寿山一个中山大厦出现的狗，这几年是向遍地传过来。这间伫高雄高山临海二路的早餐店，最近2个月差不多逐天拢有狗来，有人时来一只，有人时来一阵，有人看到狗就留3名治疗，就伫现场吃。我觉得有点恐怖，因为我们在里面喝咖啡的时候，他就会来抢。只要有塑胶袋啊，东西都会来抢。前几天就是在那边翻垃圾的那个，就超级夸张，而且还是晚上。看这狗坐伫咧青阳灯河顶头白酱，伫即款狗牵线的行为愈来愈严重，甲人类的生活圈相踏，造成真侪人甲狗的冲突，并提固定会当甲门窗关起来，不过店面就无法度。有一种那种保温的冰箱，其实是可以有锁扣的，那个其实猕猴也打不开。那或者是简便一点，就是用保丽龙箱把它放在里面，其实它看不到，它就会只会针对它眼前看得到的东西，像塑胶袋或食物去拿取。专家讲，若要赶狗，会当用较温和的水枪，唔通摕叉鼓或者是摕枪攻击，除了避免伤害狗，也是避免狗若被威胁了受气颠倒的攻击人，造成人甲狗拢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这自来水普及率是全国第2低，即马县政府呢表示讲，已经请水利署来考虑放令山区牵水管的经费。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统计，南投县自来水供水普及率是全国第2低。以南投县草屯镇相当地区来讲，因为这地势较悬，水压不足，所以有600多户拢使用简易自来水。基于咱中央政府咱水利这边吼，会当加强发是咧要找一个较适当的这个地点，过来装设一个这个加压站。政府要补助的部分是最主要是这天然灾害需要讲。来抢修啦吼，以后的这个做资源的施设啦吼。南投县多数是山区，牵自来水供线较困难，价效嘛较悬。南投县府讲，已经请水利署放令自来水员工评比标准，将每一户牵自来水管的成本对60万提悬到100万。另外，针对相当地区自来水较细港的问题，会协调自来水公司设加压站。发文给水利署。希望在南投县自来水严管工程的部分评比上，可以从每户60万的成本提高到100万，就是让我们这边没有自来水的民众可以更容易的来做自来水严管工程。县府表示，南投县内无自来水的所在，大部分拢有起简易自来水系统。县府强调，针对起简易自来水系统甲维护经费，县府目前补助500万块，明年提悬到2000万块，卖做水质检测，希望维护民众用水权益甲品质。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真有名的朱角树龙是台湾本土红仔菜代表之一，即马呢已经拍做电影，伫嘉义来放送。囡仔甲朱角树龙的大神人啊，做伙表演电影内底剧情。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到嘉义，用台语来放送朱角树龙的电影，看到较早红仔菜内底英雄角色，真侪长辈都感觉真欢喜。朱角树龙是我囡仔时一直梦想见到的人物，因为一段时间拢无看到朱角树龙，结果即马电视看到。甲电影看到，互我感觉足欢喜，我无法度形容的欢喜。感觉想到过去遐个囡仔咧看，大人对咧看，感觉足趣味的。除了电影的放送以外，朱角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阁向大家来绍介动画制作的过程，甲朱角树龙作者的背景。基金会表示，透过台语朱角树龙电影的放送，然后长辈较好来感受以前的回忆，嘛互即摆囡仔顺续来认捌台语的趣味。带阮囝来看阮爸爸细汉看的漫画，甲因即摆看的拢无共。嘿，以前的漫画拢较有意义啊，台词啊，甲即摆真正差得多。以这个台语版是长辈最熟悉的语言来播放，一方面呢能够促进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串起代间的教育。阮爸爸一定感觉真欢喜，会当从伊足熟悉上母语来播放这出电影，希望家己拢会使听到爸爸妈妈讲的话。中华专营教育协会表示，朱角树龙是本土红仔菜代表作品之一，嘛是真侪长辈成长的回忆。
透过电影的放送，我若要来推广甲保存这个台湾的历史，嘛希望替长辈甲少年囡仔之间带来同款的记忆甲话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来看，这文化部伫中正纪念堂办台语人权电影放送的活动，选18出台语电影，希望透过影像会当看到人权意识的进步。哇！早餐今仔日会变安尼吼，当初就莫甲生。这出电影，互叫做阿嬷，故事中的国伦自细汉就感觉家己是查某的。一届阿嬷过身，伊希望会当用查某身去记阿嬷上尾一面，这款装扮，互老爸感觉足见效的。当初写国伦这个角色，想要甲大家讲，其实，查某身的查甫，其实嘛是人，嘛是。其实嘛是普通人。这出阿嬷未来会伫中正纪念堂免费放送，互观众看。文化部为着要复正台语，推动转型正义，对8月2日开始，请观众免钱看电影，拢总有18出的台语电影通看。45年前，这个电影院只讲一个人的故事，到45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从这么早以前的一个黑白片，到现在，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于中正纪念堂一个很大的一步。这出电影《超级大国民》是1995年的电影，也算作这届人权电影节的开幕片。故事咧讲的是台湾戒毒戒严，政治犯互人放出来，电影的男主角互人关30几年，出狱了后已经对袂着社会脚步。对日本时代少年时代去互人日本人掠去做兵，国民党政府来了后。又阁是安那经过什么款的政治事件，叫人掠去关。文化部表示，这届台语电影对1959年到2025年拢有，时间涵盖一甲子，希望民众会当透过电影看见台湾社会变迁和人权意识的进步。记者陈选曾俊佑台北报道。下半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30度到38度。中部地区30度到35度，南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道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